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到农村了。这个村里是我们团队晚上跟我们一起跳舞的妹妹家里。来，我们去看一下她家里是什么样子。这个是一个门进去，这个门呢，他们要竹子做的门。到他们家里也没有地方坐，就是在他们船上坐。这家里是黑衣服，这个妹妹家里。家人们喜欢老挝农村生活，给我们点个爱心，加个关注，看农村生活。สบายดี，大家好，这是老挝。老挝是一个国家，女多男少，像我们女人年龄20多岁就很难找到老公了。还出生在农村干农活，学习不高，像这种有没有人喜欢？สบายดี，大家好，这是老挝国家。老挝是一个国家，不大很小，很多普通老百姓还是穷人，还是住羡慕小房。大家好，这是我一个妹妹啊，一个妹妹，这个是他们开水，可以啊，个是黑我晒，个晒哪一天？对，这个妹妹真漂亮啊！这个是开水盒，我看一下他们的开水盒，他们没有钱买矿泉水或者没有钱买矿泉水，他们只是那个开水盒啊。这个哇，啥个老师给我手动提着。冷气呀，对，真漂亮。这是安奈，姐好。这是保安，看一下，保安是最辛苦最累的。阿刀，对，黑妹，对，叫黑妹，小美丽，你呢？阿美。这是黑妹朋友啊。我个主角。大家好，这是老挝啊。老挝现在我们在河里面洗澡啊。我们小姑娘那个是现在换衣服啊。看阿刀。哇！大家好，这是老挝啊，我们家小姑娘那个在这边洗澡啊，那个我们现在是过河啊，10几个人了。大车，那等呢？黑妹在呢，黑妹。大家好，这是我家13号在河里面洗澡。大车，等来去。爱你么么哒。对，真可爱哇！我家13号真可爱。喜欢老挝，给我们点个升级关注，看老挝农村。大家好，这是老挝啊，这是阿刀和阿丽啊，他们把那个舌头说那个身体，这样说完之后，那个皮肤就变白了。家人们喜欢老挝。欢迎来老挝，跟我们一起在河里面洗澡。哇，2个人还是用一个舌头说身体的。看一下我家黑妹洗那个洗头去，阿刀也洗啊，家保安也洗。黑妹，你这样洗干净吗？你在洗同学干净吗？你家的黑妹还听不懂。这是阿刀洗阿刀姐姐2个啊。他们会讲不一直风格中告诉阿刀。先来听。把真漂亮。阿奶洗头啊，这是老挝
阿奶洗头，阿奶打招呼。这是阿美。大家好，叫阿美。这是白银4号。上队队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悄悄。大家好，这是老挝，我们家美女啊，我家美女那个洗澡，现在是在河里面洗澡。老挝现在那个是旱季，没有雪。看阿刀，对，阿刀真漂亮，我家阿刀真漂亮。这是18号啊，然后这是黑妹，打招呼。大家好。大家好，这是老挝啊，老挝，我们是在这边那个洗澡啊，小姑娘在这边洗澡。阿美，你好。对，干了。晚安啊！啊，真漂亮！看我们家小姑娘。大家好，这是老挝啊，这是我家18号的衣服，凉不凉？这个是冻了。阿刀衣服换好了。我们家的姑娘啊，我们家小姑娘那个砍柴过来啊，他们3个人是14号、15号、16号啊，他们是那个一家人，是砍柴大路上啊，太累了，小姑娘休息一下啊。妹妹累不累啊？累。对，太累了，现在出汗了。这是14号啊，那个砍柴过来太热了，在这边砍干就吃啊。妹妹好不好吃啊？好吃。哦，真好吃啊。到了。大家好，这是我们老挝农村姑娘啊，在山上砍柴啊。现在我们到路上，太累了，休息一下。妹妹，看一下，爱你么么哒，爱你么么哒。看一下手，晒干啥得？小姑娘过河来啊，爱你么么哒，爱你么么哒。